拉姆納拉揚拉姆，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爭鬥都圍繞着金錢和聖神沒有立足之地。你在尋找平靜，但只是表面的。當你愛上一位美麗的女人，如果去掉她皮膚的表層，還剩下什麼？你不會去愛她的咳嗽、痰液、骨骼、血肉以及她身體的廢物。那麼你的愛在哪裏？是在皮膚之上，還是皮膚之下？實際上，我們正在尋找那偉大而深沉的宇宙旋律。我們就像麝香鹿，它們體內帶有芬芳的麝香，卻在四處尋找被它濃烈的香氣驅使，卻不知道它本就在自己體內。在這場徒勞的愛在追尋中，他們最終一無所獲，甚至在找到之前便死去。我們也是如此，我們總是在外部世界尋找那偉大的宇宙旋律，而它其實一直在我們的內心深處。我們一直在尋找愛，但我們得到的並不是真正的愛，而是虛假的愛。我們在自然地前行，但即便到了旅程的盡頭，我們依然無法得到能夠帶來完全滿足的寧靜。我們是旅人，等待着偉大合一的交匯點。只要我們的慾望尚未終結，我們就仍是旅人。只有當所有世俗的慾望都消失了，我們才會真正與那偉大的音樂融為一體。